报道学台语甲手诶动作相关诶课漏字第54集346条。以前诶厝网仔厚，所以暗时拢爱厝网仔水就是以前那个房子啊，都是蚊子很多所以晚上的话都要喷杀虫剂下面有4字要互咱选，咱第1字读做休休水诶休啦第2读做厝，第3字读做砖，第4字读做喷347条。最近阿母定定敲电话互我，最近妈妈经常打电话给我下面4字通选，咱第1即字叫做敲片诶敲第2嘛读做敲第3字读做较早诶较较早较晚第4字读做骹那是脚的意思348条。撇分C，逐工拢爱敲钟擂鼓就是碧云寺每天都要敲钟打鼓，它是指寺庙每天那个暮鼓晨钟的那个功课啦咱下面有4字通互咱选，咱第1读做敲敲皮敲，第2嘛是读做敲，第3字这字嘛是读做敲，一口碰西，两口碰西敲第4字读做口，这字是口草的口，所以4字拢读做口349条。你手骨的屁，你手骨的皮莫去扛就是你手上那个伤疤不要去抠啦下面有4字通选，咱第1读做抗，抗地抗第2嘛是读做抗第3字抗九抗九抗的意思就是九孔的意思啦第4字读做啃这个啃就是放置叫做啃啦啃物件350条。这个查某去互人控制掉咧，这个女生行动被人家控制住她下面有4字通选，咱第1字读做管，管制管管理的管，第2读做控控制控嘛，第3字读做限，第4字读做强好，多谢大家收听。